如果你遇到末日或者台风天，那第一个要素当然要跑路快啦。虽然作为一台普卡肯定不是最快的那一台，但是它有最快的利器，8速双离合的 PDK 变速箱，我愿称它为自动手动变速箱。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它的换挡逻辑就像我们人脑的意思一样，比你自己更快。给油的时候降档很快，松油门的时候升档非常及时，这一点比标榜运动基因的宝马都没它做得好。不知道最近保时捷是不是受了复古风潮的影响，这个转向我愿称之为复古现代风。说它复古呢，是因为它转向的手感有点反祖，回到了997那种厚重的感觉。那如果说它现代呢，在高速上转向非常的灵敏，而在低速的时候呢，又让更多的人能够适应它。毕竟鸡贼灵敏的车不是人人都能开得到的嘛。那它都叫911了，那动力有没有911呢？当然没有。只有394匹马力，放在这个年代确实是不够看。而与 EV-GT 技术的加持呢 ，Turbo Lay 几乎是没有的，动力随传随到。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问了：如果在一个雷雨交加、狂风大作的时候，开着一台中大型的后置后驱跑车，那你要如何应对呢？这次992.2就多了一个升级，它在轮拱的位置呢多了一个声波传感器，只要感受到有雨有水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提醒你打开这个4D 模式。这个模式呢，就能通过扭矩的缓慢输出，调整这个气门的开度，各方面的车身稳定系统协同，使到后轮呢不会打滑，就能帮你在雨露天气安全驾驶。其实说起这台车的底盘呢，我真的不太想讲，要么他颠，要么我颠。与此同时，我是非常不推荐广州的人买911，因为365天有366天都在修路。那当然，911不颠，又怎麼叫911呢？同呢部911相處咗3日落嚟呢，咁首先有一日啦，就係全停嘅，咁我冇辦法啦，開唔到。但係都好多謝經銷商咧，俾我3日嘅時間去感受呢部911嘅。點講呢？我哋談論車避唔開保時捷呢3個字，談論保時捷，我哋避唔開911呢個車系列。其實呢，我願稱911為平民跑車，因為百零萬其實係一個普通人。如果唔去買樓，唔去做其他事，咬牙儲10零年錢，我覺得係買得起。但係好多人都將呢個機會選擇咗其他嘅快樂，唔通佢哋就唔快樂咩？我呢亦都好慶幸擁有911嘅人能夠得到佢呢份快樂。最近天氣呢都唔係幾好。但我好相信一個戴眼鏡嘅肥仔同我講嘅一句説話，希望在明天啊嘛。